1、2、3。不好意思啊，差点把你给忘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喂，医生，问上去啊。一个有趣的医学现象在我身上发生了。什么现象？静脉回血受阻，神经长时间处于压迫刺激状态，导致了某种滞留情况。麻烦说人话。腿麻。啊，我懂了，也就是说你现在想请我帮忙，可是又拉不下脸来直说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龙游浅水，虎落平阳。那你白天在医院吓唬我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呢？把手给我，来。1、2、3。你放下来。我想要。有什么？要你也尝一下腿麻的感觉。施仲真，你别出来啊！我不想再一次变成医院的谈资，拜托，千万别出来，别出来啊！你要男装？谢了，我再请你吃饭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衣服给谁穿呀？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哎，我跑到集中井了，好歹给我口水喝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是叫你别出来吗？我同意了吗？为什么幼小的我总是能看到这种画面？怕不然被灭口了。什么鬼？我跟他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关系，那是什么关系？八字不合的关系。哦，你连我八字都知道了。你是觉得我不可能喜欢你姐？不是，是他不可能喜欢你。我姐有理想型，和你完全不是一个样。我看看啊，从容的理想型：1. 身材高大我还不够吗；2. 成熟性感，有书卷气是我本人。；3. 温柔体贴。您不温柔，也不体贴。4. 会贴心喂饭，英雄救美。你这在哪儿弄的？从我高中日记本上抄的呀。留别人的隐私不好，我没收了。下去。老大，我还没到呢。你这周的论文，老大晚安。